教會真正存在嘅目的，教會係為福音存在。教會唔係純粹一個好人幫人咁樣嘅一個嘅 NGO。世界上邊第一間嘅教會，聖靈充滿凡物公用最教會嘅教會啊，上章裏邊嘅早期教會。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得必須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全地撒瑪利亞同地極作我嘅見證嘅教會。呢個嘅教會係為福音而存在嘅。教會係為福音而存在。弟兄姊妹，你有幾相信呢句嘅說話？教會唔係一大堆幫人好人好事咁樣嘅 NGO。教會係為福音而存在。如果教會係為福音而存在嘅話，所謂牧養就唔係單單叫嗰啲嘅亞拿尼亞、撒非拉感覺良好就叫牧養。如果福音教會福音而存在嘅話，教會就唔能夠容許一啲虛假嘅事情成為咗教會嗰個嘅嗰個嘅背後。如果教會真係為福音而存在，聖經第5章嘅故事，正正係一塊讓我哋去照下自己嗰塊一塊鏡。究竟你返嘅教會，你所信嘅信仰，同聖經所講嗰個嘅教會係爭幾遠？